各位啡粉、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娛樂咖啡室，我係主持大啡哥。一位資深藝人喺慈善參務會上講到錢對佢嚟講好似空氣，轉個頭又自爆童年4歲前每個兄弟姊妹都有工人照顧，仲試過食蝦餃迷親，有人幫手處理，背後其實藏住一段點樣由富裕走到自立，再到孝順回饋社會嘅路。點解佢會咁講錢？點解又會感念舊家庭教養呢？陣間我會用簡單清晰嘅時間線幫大家理一理呢位主角陳百祥叻哥，佢呢幾段表態當中嘅關鍵意義。中意呢類深入但貼地嘅娛樂新聞分析，記得訂閱娛樂咖啡室。之後每次有新一單，我哋都會第一時間同大家跟進，同場加映。最後有我哋嘅分析同互動環節。先講發生喺早前保良局週年慈善參務會嘅一幕。現年75歲嘅陳百祥被問到外界盛傳鄧兆尊身家達到15億，佢一貫口才了得，連環拋出金句，直言對方靠老豆，又話自己好早已經揾夠，仲形容錢喺佢世界入面就似空氣。呢啲説話一出，令唔少人好奇佢對金錢同成功嘅定義。留意翻叻哥過去喺鏡頭前一直以爽直幽默見稱，今次喺慈善場合講呢番説話，亦帶有佢一貫嘅輕鬆通。同場亦展現到佢多年支持慈善活動嘅一面。講到呢度，俾我哋輕輕預告一下，今日主角就係叻哥本人，重點會有2單最新談話同一個關鍵背景，最後仲有我哋嘅3點分析。中意呢一種由事入理嘅報導 ，like 同 share 出去，亦都記得訂閱娛樂咖啡室，撳下個鐘仔。我哋會用更完整嘅資料同大家一齊睇清楚娛樂圈人與事。轉入第2單重點，近日一段影片當中，叻哥親口講到自己其實係出身富裕。佢提到4歲之前，屋企兄弟姊妹每人都有一位工人照顧，係好典型嘅有錢仔生活。佢用咗一個好生活化嘅畫面去形容，話曾經食蝦餃搞親都會有工人幫手處理。呢啲童年片段令大家更立體咁理解佢點解會講錢似空氣，因為喺佢成長初期，物質上確係唔優。而講到家庭背景，佢亦都分享過自己好崇拜爸爸，指父親中文英文都好好，從事海關工作。仲話爸爸喺30、40年代係聖約瑟救生會會長，呢點屬於佢個人回憶，暫時未見到公開記錄即時核實。不過同佢描述家庭受過良好教育、社會經驗豐富嘅輪廓係一致嘅。至於媽媽，叻哥笑言曾經做包租婆，參與房地產投資，喺香港戰後經濟背景之下都算常見。講到家庭理財，叻哥都坦白多年財政由太太黃杏秀掌舵，呢點喺圈中其實都係公開事實，反映夫妻之間清晰分工。如果要用一句説話總結呢一段，我會話呢啲細節唔係單純炫耀，而係幫我哋理解點解佢講錢似空氣。因為佢從小養成嘅視覺唔係淨係睇着數，而係着重人同人之間嘅責任同承擔。你又點睇呢種童年經驗對成年價值觀嘅影響？留言同我哋傾下。講到呢度，快速回帶1秒。頭一單講嘅係慈善參務會上嘅直率回應，而家第2單係影片入邊自爆嘅富裕童年。嚟到第3個部分就係點樣由富裕走到自立，仲要行到孝順一面。叻哥分享自己長大之後先知道，原來爸爸因為賭錢，主要係賭馬，家道有過明顯起落。呢種家庭轉折喺香港社會唔陌生，好多觀眾聽到都會有共鳴。佢仲幽默咁話自己而家跑馬其實唔係特別中意，只係為父報仇。呢種講法大笑，但背後係一種對家庭經歷嘅自嘲同消化。最重要嘅係佢冇被喜樂打沉，反而自出社會工作開始就一直照顧爸爸，按月俾零用錢養到父親90幾歲離世。佢用10年8年俾父母養大之後，再以幾十年孝順回報。呢個重情重義嘅形象喺圈內外都一致認同。作為旁白，我想俾2句觀察。其一，呢個時間線能夠解釋佢點樣由富裕起步轉化成為一種擔當，最終成為行內長青樹。其二，當佢喺公開場合談錢同成功，用詞雖然幽默，但背後其實係以家庭為本嘅選擇。呢個角度值得大家一齊欣賞。去到呢度，少少生活化提示。如果大家最近要去旅行，要訂機票酒店，可以係影片描述欄撳我專屬優惠連結，幫補下你個旅費之餘，又支持到我哋團隊做更多深入內容。而家整合一下叻哥嘅行業背景，令故事更完整。陳百祥1950年出生，喺香港娛樂圈打滾超過半個世紀，以主持機智、演戲靈活見稱。早喺1980年代至1990年代已經參與多部電影製作，當中包括同德寶電影公司合作。2003年左右，亦都有涉獵唔同商業投資，工作層面相當多元。另一方面，佢長期出席保良局等慈善機構活動，善舉一直持續到而家。家庭方面，太太黃杏秀掌管財政，對外都係公開而穩定嘅安排。把呢啲片段串埋一齊，就會見到一條好清晰嘅脈絡。
由屋企教育到事業拼搏，再到社會回饋，各個環節都互相呼應。嚟到分析時間，用最簡單嘅3點幫大家拆解。第一，價值觀來源，童年富裕令佢對錢冇焦慮，但同時重視學識同家庭教育。佢口中爸爸中文、英文都好好，自己亦以此為榮。呢種文化資本塑造咗佢往後直率但有底線嘅溝通方式。第二，逆境轉化，家道有過喜樂，佢冇將之視為陰影，反而透過工作成就自己。無論喺舞台定電影製作都交到功課，財務交由太太管理，係一種信任同團隊分工。第三，社會角色，由參務會到唔同善舉，佢選擇以行動回饋社會。呢個形象同佢話錢似空氣並不矛盾，因為佢更着重錢背後所承載嘅責任感。翻嚟現場，我都想問大家幾個問題，你認唔認同出身優渥未必等於好逸惡勞，反而可以成為一種推動力？又或者當一個人講錢似空氣，你會點理解呢句說話？同你自己嘅人生經驗夾唔夾？你又點睇佢以幾十年實際行動去孝順父親？歡迎喺留言區寫低你嘅睇法，小總結今日嘅關鍵字：叻哥、富裕童年、自立拼搏、孝順承擔、慈善回饋。由參務會上幽默回應，到影片入邊真誠自述，再到多年嚟嘅事業與公益，呢位資深前輩呈現嘅係一個正面又立體嘅香港故事。如果你都中意呢種有畫面、有脈絡、有分析嘅娛樂新聞，記得訂閱娛樂咖啡室 ，like 同 share 俾身邊朋友，撳下個鐘仔。下一次我哋會繼續以清晰資料同專業解讀，帶你睇盡娛樂圈人情與故事。我係大飛哥，多謝收睇，下集見。